重心哦，第一个个轮轮生死就无管啦。可是佛毋是安尼，佛是代做家己的物件啦吼，要度化一切众生啦吼。所以今日你想咱今日大家，吼，为着大人度到别辛苦，为着救度咱的姊妹，咱拼到别辛苦。是咱真毋是咧受过去阿罗汉，受阿罗汉道。啊，真若要受阿罗汉道，好修就足简单。哦，反正你今日哦，你家修好啊，家住厝听好啊，哦，所有的道理你都莫去管。所以你上歹做即件违法众生，但是你要违法众生，你要度化众生的内当中的，因为你一定要哦，要具备这两大条件，咱无法遮写出来。这两大条件就是福不服众，甲非不服众。这两种当中呢，若无服众，拢无办法去度化众生。好，第一就是讲，你的普遍。普遍啊，富足无量的大智慧，才能度化千差万别的众生。第二，你一定要有福报，有福报才会当接受众生。我们学佛的人吼，第一方面是爱求智慧，第二方面是爱多别福德啦吼。所以才咱来讲，智慧就比如咱两只手啦，福报就比咱两只骹啦。哦，有目睭，无骹，有骹无目睭啦吼，这种叫做不负责的物件啦吼。所以今日修学过当中，福报较对这种负责。咱华上讲出话啦吼，福能接受众生，哦，现在福能接受众生，咱即摆做着就简单的比喻，咱泰国走力啦吼。你讲医生要讲偌济道理啊？凊彩咱做一个是讲道理比较好。哦，毋过呢，因为伊今仔日来泰国，要叫新人做人就简单。好，泰国遐地亲，我着即回吼，迄伫昆明伫迄个乌云遐有云啦，甲政府有差不多50几个大学生啦，啊，即回吼来参加4级，甲参加迄个个清迈的气象班，遐大学生敢带20个来啊。啊，我听讲遐点已经50几个啦，我嘛知影遐对1年、2年、3年、4年拢有啦，安尼。咱乌云遐要去买一间厝，要设地，啊，可能暂时迄内底有一间厝。尤其你啊，迄个个平面人讲，乌云遐大学的学生啊，年轻啊，伊遐讲住不到啦。哦，啊，现在讲，你想啊，这个人买一间厝到遮，啊，因为咱拄好做老师嘛，啊，有自己的家，哦，按照你其他这个，哦，啊，所以因为已经有找这个地，啊，嘛有做这间厝，哦，啊，这间厝已经本来是400万，即摆减到剩减10万，减到380万，啊，咱大学生要甲讲，看3个人月嘛，哦，啊那以380万，那以前1.3岁，咱台币才280万，1.3岁，真太平足俗，1.3岁，啊，所以可能迄个因的成绩是咱同学感受。啊，咱而且讲就是讲啊，好，哦，啊，你讲今日若一个，咱而且讲啦吼，像泰国迄个位食3很困难，你讲要去动力去就很困难，啊，这泰国走路有一段。刚条要好啊来，哦，所以迄叫做富裕福报富足。啊，你看咱台湾去到世界有100几个国家，我台湾去推动点点，听到台湾叫咱啊，台湾叫做蓬莱仙岛，敢是安尼？是仙人咧大所在，所以听到台湾叫做台湾字，讲叫平卡邦。你上菲律宾嘛使来叫台湾，你上泰国嘛使来叫台湾。你上越南嘛怎嫁来？你上印尼嘛怎嫁来？但是嫁着讲无讲生个囝，生囝就会走去，走到你找无？阮着讲，我听去听啥物人讲，带越南的啦，逐个走了，我厝阮同学留迄个，同个嘛印尼的吼，我嘛越南的，嘛印尼，逐个走了。啊是安尼，伊迄个看台湾。
查某囡仔做缘人，毋是啦。台湾查某囡仔会晓娶某来讲喙齿白舌的，喙齿白舌的你听无？就毋着讲离婚的啦，啊毋着娶某某的啦，啊无做大箍的啦，啊无约狗的啦，啊毋着即落的啦。哦，啊，这事实是安尼啊。啊，因去到迄个所在，你讲一摆无互你见，比如见着你啦吼，你负累你过，你袂当互见。哦，所以呢，见着你是你的机会来包呢。互你看偌大好，互你看偌歹，互你看偌安怎的，你爱爱接受呢？啊无你负累，就学别人安尼，无继续见着。我是听安尼讲。啊是安怎？因迄个因越南有去做烟道的，啊毛做有零个，伊是安怎去叫？因第一个问题，台湾是因下捌，想要来台湾是台湾人啦吼，因为总是越南要做迄个通风报信嘛，啊然后家庭人吼生囝吼，啊有嫁嫁，啊有捌阿生吼，啊走出去，摕个身份证走出去，咱来外口趁钱。我真听讲啦，我是毋捌去赢的，我毋知啦吼。啊，可能咱这我毋知啦。我小食部的啦吼，我拢做是个越南啊，拢做是越南的去上班啊。有影无影我毋知啦，啊所以我袂去赢的。啊嘛听讲这是事实。哦，啊所以因是安怎？因是来就是要趁钱。啊所以因一个问题讲，台湾这个土地是安怎？我拢去到世界听到台湾，哦。要来争夺，因为台湾这个国土叫做红海行动。哦，听到台湾这个土地伊就排除，所以咱台湾这地是哪道中啊表明啊，到世界咧推广得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表明。讲一个较歹听，讲你若菲律宾的，你是世界讲你办，我是菲律宾人，遐菲律宾遐哪？迄原住民，咱连你参与都嘛无爱参与，因为菲律宾都送俾你啊，你讲有钱嘛？无钱，啊，这个人上面说就是哪？你讲你偌大地位，伊要管你，哦，福不兴来，福不兴来啦，是有钱咱就讲啦，啊，咱欢喜啊，啥要讲？我即款的，若要讲过去哩拼，啊，搁拼差不多半点钟，人家差不多人家好认。讲昨天若徛起，就迄个分数，我爱拼成8点钟，伊的意思就讲啦，世间的人是看表象，哦，表象，钱上好啦，啥物上好，你空嘴无钱来拢无路用啦，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今日讲到讲到这个物件啦，有福相貌，所以人会相信，所以人接受众生，叫做福无富足，哦。无富足，但我讲属我众生一定较能见。你今日槟榔安尼剥咧，粉安尼扫啦，对不对？啊，老的头前嘛毋知啥，我毋知啥某，你讲你对偌好心人，你来相信，对不对？所以伊个一贯道，逐个相貌足重要，哦，足重要。啊，所以呢，因为咱无会讲话，咱无会做代志，所以逐个因哪会安尼行？所以这个讲，今日咱修道是叫做福业业众生。第二解说，第二解说就讲，今日咱到这个世界，虽然咱伫这个世界，咱毋是做好业，但是靠有一群人甲咱行，因为你们要记住，当地是过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净成经，以为千万无人所证诸成经，你嘛袂记这样代志，因为咱讲。你过去若毋是有修道，有一积福，咱今日要来到这，互众生甲你引导，你要去修道，众生人有要参，是毋是安尼？你有哪有符合迄个条件？你问伊讲，我一世都3比比尔，3比比尔，不你花过千，你修道过千，你叫人袂来，是安怎？你为人的是目标，人看你迄个因缘诚好，人一定要甲你做伙，敢是安尼？是安怎？咱随时咱袂使看即世，咱来看推落去真无世去，所以我已经无咩人讲。我所以今日做这个代志，咱只拢有符合这个条件，符合这个条件，你拢无
这是属性。所以今日我讲到，要菩萨一定爱两条条件，第一就是非富足，第二就是福富足。所以你之前讲这叫非富足，第二就是非富足。这个非无富足，你无定要你讲什么？今日不忧有三十五，伊真是经，这个人，已经强好有社会，但是伊还在做六道轮回众生，但是伊就是非富足。所以这两人，你有非富足，你做阿拉你无；你有福富足，你今仔日无非，你六道轮回众做好个。所以你今仔日这个非个富足，是安尼你管好即个。咱来办成遮济，咱办成遮济，有听讲听着，人若报着要听办新着惊，参加爱我命，为你听是愈欢喜，为你听是愈清惊，若报着，地愈好，报着你听着你会惊，真正会惊，我无骗你。所以这嘛是讲这个地有富足，我听我会听，对不对？参考，我来说一简单比如啦，你这个手机你手机的续件你电话充愈充，你电力愈100头。你手机内底续件若歹你甲充咧，伊管袂入咧，管袂入咧。我到尾迄手机怎烧起来？你手机手机的续件了，你甲关咧。到明仔载个这个手表会离离验，是安怎？因为这个手表续件，它绝对没有问题。这个续件问题，你甲关了到明仔载相当好，但是，互你今仔日，互你记忆起来，你甲规手表的，毋免一分钟都无电，这你怎么拄着？咱华大拄着，这是事实。这个甲你解释较倒转来讲，一个人第有不足，你安怎听道理都袂晓，你安怎听道理都袂晓，有愈听愈爱听。一个人若真正要听道理，就是哪？对伊智慧有问题，智慧有问题。我常咧讲诶，是安怎今仔日咱咧单纯，遮有咱做者甲无爱听道理。你甲讲，你甲指责他嘛？那不对。你甲指责他不是，毋是咱不对，因为伊听得足艰苦诶，伊若听着心着惊，伊就无爱听。就参着这个手机因为伊的续件，伊这个毛病，伊这个规都无负责。你讲要叫伊听，要叫伊听嘛？听到尾清惊，后尾啊，听到尾伊管到来听到尾怎走无？所以咱阮啊爱用这个机，就是讲，你来后尾讲了拍电脑啦，免得一直答，咱来听。是安怎免逐班听？应该逐班听，是因为咱为着方便你接应网络行程，咱用这个法。无要成菩萨，你非无非足，敢袂使？非无非足袂使啊！所以今仔日咱是用着即种权巧方便的法，应众生，可以慢慢接受。就是讲，你今仔日慢慢，互你接受到你的回去了后，迄阵你就做。安尼就成功。你今日无负责，你硬要听，但是做这，所以咱一定爱。所以，兄弟姊妹，要开这金融业，要来听无听，我袂去甲恁讲，我嘛袂叫你讲。你要听就来，毋通煞。安尼对因为安怎讲，不敢讲。伊讲，今日确实阿罗汉要听佛法。不可以，阿罗汉要听无不可以。不得来讲，大理百姓生得出，好的过出，这样菩萨的功要，像阿罗汉伊不怎么听，所以阿罗汉好高的所在，所以你要知影，而且当中福足非足，这在因地中初发的修行，福非非足，大小不同。修迄个面跟修行迄个因地，因修迄个果地，而今修菩萨迄个因地，因地啊，佛的初地菩萨，所以你的众生，
所以我们要转去你的重心，一定要有重心说话嘛。一定你不把重心说话，你袂使你家己好好嘛。所以嘛，咱亲身修正正果时啊，实实在在爱把众生实实在在讲互众生听啦，教众生要安怎去发心修正。今仔日即个十果啦，是正果。那按照咱两个众生啦，咱成了佛，安尼佛成了佛以后啦，说法无像迄个成佛的本事啦，咱大家讲真正但是佛无生心动念去着着即个说法上，就敢若讲你今仔日咱咧说法众生，你尽你的能力讲。参照讲咱上讲，你布施，你尽你的能力布施，你免执着讲我布施偌济，迄叫做哪？迄叫做理想的布施，迄叫做不自想布施。你尽量说，你去说落众生也是听听。你慢慢去讲，我讲偌济道理，我讲偌好的道理，人安怎把清善，这个唔免。嘛唔免，我咧讲道理互听，嘛唔免讲偌济人咧甲听，这个唔免，这叫一法俗。所以佛就是哪，如来是应依随缘，应迄个机，去应验迄个机。毋知来讲，应如是机，应如是见，应如是世界。后边古人咧讲，不是发生，金刚经31分来讲，应如是机，应啦我甲你讲应，如是机，如是机，应如是见。如是世界，这里金刚经31分应，所以应机随缘，这个应来重要。应就是讲。你和对方叫做客，应或者解释叫客机。你也唔重视迄个应机了这个叫做应机或应机叫客机的意思。但是你应爱起一个心，如是知，爱应如是知，如是见，拢以这个如是。这个如是叫做哪？这个如是呢，解释叫做清净，清净。无量，这个如是甲解释，因为这个如是咱解释足侪物件啦。因为解释清净无量嘛，解释自性啦解释自性啦安尼啦解释佛性啦这会使讲解释本体啦但是我讲是清净无量，你一定爱清净无量才对。你用的是足侪迄个清净。应如是见，如甲你用一句话，你用着了，你起这个来讲，所以叫做见而不见，见你看到应如是而不见，现在不见，因为看清伊无感觉是个见嘛，伊无感觉一个，伊无感觉有，所以毋当离迄个呐，灵验经啊，迄个列方经来讲，知见就知。知见，入知，是无明本嘛无明本嘛知见，无见，数这个本嘛名爱怎这个话就来讲这个物件啦。知见，这个叫做应如是知，如是见，这个叫知见。知见入知，显得就入知了。入一个知，这个知就是有物件的，而且你个东西在，你不入一个知的知见里面，就是有东西啊。所以讲知见入知，这是无明根本嘛。伊来讲。因为这知见，若要讲佛的知见，伊内底无这个入知的物件。
哦，就是讲你应如是知见啊，安尼你应这知见，即是无明根本嘛。知见无见，就是讲这个物件，就是讲你应如是知见无见，讲你伫咧知见无见里拢是清净无念物件嘛。这叫做这个无见，毋是完全拢无，毋是讲我怀着，毋是这个物件，解释这个物件对。你看到这个物件，哦，我想讲的，哦，这个山河大地，山河大地都有法王生嘛，哦，百花丛中过嘛，哦，啊，片都不沾身嘛，你无这百花甲你理念着，你无见，就是讲你完全拢无意思，就是讲你看到一个物件，你用如是自性去看。应如是知，如是见，应如是性解，如是性解。你用清净无念来性解，不是法相，因为你在生着一个法相，什么叫做法？法就是一切环境内底。哦，相就是物质上，你有一切相，凡所有相，拢总是虚妄。所以呢，因为到这盘三标后壁一本讲。你爱用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你袂使生着一个法相，法相一切诸法相，安尼讲听有意思，就是凡所有相叫一切诸法相，不是法相，你看不是法相，所以咱讲说着了完，名为解脱，知见无见，就是你知见，你着用如是知见，那安尼当中呢，说着了完，内